8000零蚊就可以喺市中心攞低咁樣嘅無敵視野、無敵光景，而且夜晚景觀都非常之靚，仲可以望住摩天輪喺度飲茶啊！咁呢個樓盤呢，就係位於中山嘅石岐河邊，咁呢個價錢真係非常之筍嘅喎，大埋正宗38000零蚊，但係呢個樓盤而家冇批賣緊咩價錢啊？12800啦，呢個價差整差唔多去咗一半啦。嗱，呢個戶型嘅呢，就係99方嘅，重點係乜嘢呢嚇？佢係3間房啊，3間房都可以望到光景啊！你話真係抵唔抵死啊？你話佢係嘛 ？OK， 嗱，我哋主人房呢邊都睇埋，呢個戶型咧係3房2廳2衛嘅戶型啊，3間房都可以望到光景，呢種咪就係人生嘅享受咯，係咪先？呢種光景喺其他地方邊揾得到啊？係咪先？咁呢度嘅配套設施係點樣呢？咁既然講得係市區啦，所有嘅配套都非常之齊全，全部係一站式嘅。而家目之所及見到嘅呢個摩天輪底下呢，就係興中廣場啦。嗰2棟高嘅就係利和廣場同埋金鷹廣場。咁生活配套落樓、超市、菜市場、書包全部係一站式，全部都喺樓下，全部可以滿足得到。佢嘅呢個交通嚟講呢，咁返香港都好方便。落樓就係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，去到深圳灣口岸、福田口岸都係一站式，全部可以直達得到。OK 啦，咁對呢啲咁樣嘅無敵光景、不可再生資源嘅光景啊，稀缺嘅資源嘅光景有興趣嘅 call 嚟哥，